大家新年好，我係你哋嘅省議員彭錦威 Billy Pan， 嚟自萬錦裕人村，祝大家今年馬年龍馬精神，馬到功成。喺過去一年，安省政府大力支持我哋嘅社區，包括喺萬錦裕人村批准咗3個校園建設項目，擴建同埋興建新嘅中小學，將會提供超過2300多個學位。我亦都積極聆聽小業主同埋租戶嘅意見，促成第60號法案通過，防止租務仲裁被無限期拖延。喺社區安全方面，我成功爭取到增加對約克區警方嘅投資，包括識別可疑車牌嘅監控系統，守護社區安全。喺今年開始，我會繼續為大家喺省議會發聲，祝大家歲歲平安，百業興旺，恭喜恭喜！